新年甲升旗来敬拜，另外咱应该来感恩学乐，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感恩学乐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所以咱来用感谢是我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天父，我感谢你。 感谢你，哦，我伫天命的天父，我深深感谢你。为着啥物感谢？就是说的第二首的人生才来讲，感谢主拯救我灵魂，感谢主救我免沉沦，感谢主白白收拾我丰丰富富奇妙的救恩。咱大基督徒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有可能拢所变做规律的啊！我就是基督徒，我就是修圣经的教师，我就是礼拜，我伫圣殿来敬拜。兄姊妹，要提醒咱常常通一摆一摆会晓思想，毋是要记你打一个歹，是要思想讲咱的当时上帝安怎样拯救咱，咱安怎样要进入来了解上帝怎样拯救咱，上帝怎样。 你那，互咱袂收拾咱遮尔丰富的文件，遮尔奇妙的救恩。OK， 来，咱搁一摆，来这个首点出来唱。低头，要我感谢你，要我感谢你，哦，我的天父，我深深感谢你。 Amen.
会阿妹妹，阿妹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咱常常伫咱的心中的路程，真正爱常常来想，咱怎样互上帝来救咱免丢落，怎样拯救咱迄个本来是该丢落的灵魂得到救，佫煞接伫咱信主了后，伊安怎样带领咱，互咱有丰富的恩典哦。感谢主啊！总是咱有缘，逐真就是需要主伫咱的生命中间。14月31日，圣乐队去退休会的时阵，咱两个上来感谢，有互你牧师带片休息，讲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。所以，确定啊，咱个上来感谢，敢若无介侪去遮，后面特别哦。这首诗歌就是12月31日，咱个上来感谢来伫教会献诗的，因讲因了足有感动的咯。安尼好，真好，咱今日要来用这首诗歌。主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啊，互我为你存看你旨意。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，做路一个光，正做互我脚前的灯。主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互我为你勇敢向前行。因为我知有时我也会软弱，求你引带我，互我袂搁行去。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，互我一生为学你的宽心，互我袂成做你所欢喜的儿女，互我的生命袂顶荣耀你生命。上尾这句就是基督徒一生介大的任务甲上重要爱做的事，就是互我的生命为你荣耀你的生命。这是咱真正基督徒介重要一项事，凡事所做就是要荣耀你的生命。来，咱对头开始。无用伊的道路，到落尾，咱通讲咱的生命是要真正是严